可以試下咧，你有隻手咧，你塗咗上去，有隻手唔塗，你塗完之後咧，你自己可以即係洗乾淨啊。第一個洗完之後咧，嗰啲水啊令我同你講，只要你用一個呢個面膜，我同你講，只要你用一個呢個面膜啊，如果佢唔係白一個維度嘅，你唔好買啊，好鳩好用嘅呢個面膜，佢即刻咧將你啲污垢啊唔好嘅嘢咧嗱，然之後佢起泡噶啦，10秒鐘起泡，入邊咧佢就做咗個 SPA， 將你啲唔好嘅嘢全部滾晒出嚟。你睇唔睇得到啊？嗱，入邊有葡萄籽，葡萄籽係可以乜嘢噶？葡萄籽我哋可以，葡萄籽係我哋吸收啊，吸收我哋嘅，因為佢可以啊，173。嗱，你睇清楚喎。佢呢個葡萄籽咧富含我哋嗰個花青素啊，所以對於我哋嘅平時我哋嗰啲即係斑斑啊、乜乜點點啊呢啲都會好好嘅，所以我哋平時嗰啲暗暗。你用完之後咧，佢會你7日之後咧，佢對面咧就會白咗一個維度噶啦，係白咗一個維度。我發現你特別多泡喎。邋遢咯，隻手。聽日係咪可以申請得到啊？你或者你睇下而家有幾多個人要啊？你幫我睇下而家有幾多人要，你幫我問下佢睇有冇優惠啦，我咪費鳩事啦。等睇下啲朋友仔有冇一齊要噶啦，你唔係一個星期用2到3次就得啦。如果你話我洗過兩面嘅，我洗過兩面。我對面係點樣嘅咧？我經常化妝嘅，經常搽防曬嘅，經常好多灰塵嘅，角質層好高嘅，我哋一個星期用佢2到3次，然之後用其他面膜，因為佢清潔噶。我同你講，佢入邊有乜嘢？有維生素 E 啊，冇錯，有維生素 E 去我哋啲黃乜嘢、殼乜嘢吓。佢仲有乜嘢啊，梁仔？佢呢個除咗有維生素 E 啦，仲有我哋嘅玻尿酸啦，同埋我哋嘅透明質酸鈉啦。係你聽清楚啊！嚟㗎，呢個東西咧，佢入邊卸妝油都唔使用啊，直接唔係㗎，佢要用，佢洗咗之後，呢個係面膜嚟㗎。我哋呢個嚇，我呢個面膜佢入邊有玻尿酸啊，入邊有玻尿酸同埋嗰個木瓜蛋白酶。呢個木瓜蛋白酶咧，佢係乜嘢嚟咧？佢可以咧將我哋啲唔好嘅角質層咧，佢磨咗佢嘅喎。透明質酸鈉啊，仲有一個乜嘢啊？仲有一個好似玫瑰花油啊，唔係玫瑰花油啊，佢有個 SD 蛋白酶。呢個 SD 蛋白酶咧係上咗嗰個諾貝爾嘅提名嘅，係諾貝爾獎嘅提名，你可以查一查㗎，我哋有文獻㗎。咁點解佢咁鳩屎就係咁鳩屎？咁你話阿小圓好啦，我想試下嘅，你幫我問問佢幾多盒嘅抵唔抵？已經好抵㗎啦喎，韓國進口㗎喎。韓國進口嘅，佢一包裏邊一盒裏邊咧已經有100 ml 㗎啦。唔使啦，我按翻我按翻上次，我見到有個盒喺呢度嚟嘅，99蚊4盒，係咪啊？上次係咯。上次係咪99蚊4盒嘅？你話俾我知。上次係啊，上次你係嗰個四盒嘅。嗱，咁如果99蚊4盒嘅，你問下佢可唔可以俾4盒？問下佢可唔可以俾個優惠？得嘅話我想，唔得嘅話咧，等下次有優惠先啦。哇，真係喎！嗱，呢啲燈光嘅問題啫啦。你一洗完之後咧，跟住啲水係即係喺上面嗰就好靚好舒服嘅，你可以睇得出嘅，完全唔同嘅，同你搽過就冇搽過係完全唔同嘅。佢即刻你一用佢即刻會靚啲嘅，啲皮膚靚啲嘅，清潔無痕。有少少區別。你可以試下，我唔係同你講笑嘅，你問下佢可以俾幾多？上一次我冇拍到。我面靚啲嘅，它有什麼好？你品嘗一下，我準備上下1、2、3 30分嘅。和刷均，你拋光、淨澈、淨化我們的毛孔，因為我們的皮膚清潔是第一步。如果你清潔不夠的話，你用什麼產品都不吸收。你用完這個，你再去用其他的，你的霜、乳霜、水兒，它都會吸收得更好。你用完之後，你的皮膚你是暗沉的、蠟黃的。你等我一下啊！直播間嘅丁丁，阿梁仔私信你好耐都唔覆啊！丁丁，你想幹嘛？丁丁，邋遢嘅嘢佢可以幫你篩出嚟噶。這個我們院線做一次全身的護理是800到1000塊錢的。我唔知佢幾多啦，咁直播間嘅朋友仔，石墨烯點買㗎？梁仔，你等下覆佢啊！阿 KK， 你話幫人買，你到底用過好唔好用嘅？我哋呢一款面膜好唔好用？用過嘅應該有好多人用過㗎啦，買過翻去。點樣用啊？你未用過係咪？嗱，我俾你睇睇我對面嚇。嗱，我而家咧我就攞我對面，你睇唔睇到？嗱，我就係咁樣敷一個面膜，我晚上嗱，咁我係化妝嘅，我係洗咗我對面嘅，平時嚇洗得唔乾淨嘅，跟住佢咁樣嘅。嗱，你睇住我對面咯。你自己睇清楚啊！我們輕輕敷一層之後，它就會自動起泡。在這個起泡的過程當中，我們會聽見它啪啪啪的一聲。佢喺度自然喺度幫你洗緊我哋對面，自然喺度洗緊我哋對面，你睇唔睇到？係咪好自然？係。嗱，你自己睇睇啦。你皮膚粗糙的、暗黃的、雞皮的，用什麼產品都不吸收的，大家一定要去用，而且它是全身都可以用。我們的胳膊肘啊、膝蓋啊這些顏色暗沉的地方，要敷多久啊？要敷多久啊？敷個10分鐘，然後我們打圈按摩。敷10分鐘啊？現在打圈嗎？還是10分鐘之後？
敷一會兒，它完全起泡了之後，我們就可以打圈按摩了。嗱，完全起泡嘅時候咧，我哋可以打圈同埋按摩吓，有什麼效啊？這樣可以加速我們皮膚的細胞代謝。因為你看小孩子，他的代謝快，他的皮膚就好嘛。隨着年齡增長，我們的代謝慢了。它這個是刷酶、刷菌，然後菌的代謝物就是酶的食物，它這樣是相輔相成的，讓我們的皮膚煥然一新，皮膚的細膩程度、光澤感都是不一樣的。你睇唔睇得到啊？我哋係8D 嘅玻尿酸同埋水解膠原啊，而且咧我哋係有3重諾貝爾嘅嗰個配方啊，你睇清楚，對，你用一次你就知道佢好唔好噶啦，白咗好多係咪？好好用嘅，呢個叫韓國進口噶，韓國進口你用咗之後咧，你用清水洗面就得噶啦。8D 透明質酸鈉就是玻尿酸，它能讓我們的皮膚水潤，然後水解膠原蛋白是最近。玻尿酸你打一次都好貴啦，大佬啊，佢直接入去咯。對，就是